过身17年的前法务部长陈定南，捌做过宜兰县长，阁有立法委员。因为以青年反乌金的形象，阁互人号做陈青天。伊伫1994年捌选过台湾省长，虽然无当选，但是互人认为是台湾民主历史的重要过程。现主是陈定南参选台湾省长的历史资料，当咧陈定南纪念园区展出，带观众朋友做伙来感受翕时的气氛。中现前法务部长陈定南1994年代表民进党参选台湾省长的模样。陈定南过身17年，伊迄时参选省长的历史文件，现主是当咧宜兰陈定南纪念园区展出。迄当时当咧做陈定南幕僚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，也出席展览开幕现场。地方有派系跟黑金，所以陈定南其实是对那个不可能的任务在打这场战，到处掀起了一阵陈青天的旋风。所以有选举，虽然无成功，但是我想嘛是奠定2000年政党轮替的基础。陈定南1943年伫宜兰出世，做过2届宜兰县长、4届立法委员，各有5年的法务部长。因为青年反贿选甲乌金的形象，选调宜兰县长，个人号做陈青天。我们不赞成县长收红包，我们不赞成县长炒地皮，我们不赞成不能是这样子，很醒目的啦就这样，结果陈定南还是赢了。1994年，陈定南选省长的时，画出400年来第一战，要甲台湾变青天的口号。虽然无当选，但是互人认为是台湾民主历史的重要过程。陈定南基金会希望透过这个展览，让台湾人知影实践民主自由权利的重要性。记者郭文利、凯林、景伦综合报道。